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今集我哋嚟到位於元朗嘅農場鮮奶有限公司，大家要記得睇到最後啦。見到呢一個乳牛圖案嘅石頭，就代表我哋差唔多到啦。我哋到啦，農場鮮奶有限公司，連餐廳牆身嘅佈置都充滿乳牛圖案。另外，大家要留意，餐廳淨係開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，大家千祈唔好摸門釘。我自己就嗌咗碗薑汁撞奶，Taco 包就係餐蛋麵。好夠薑，不過好滑。哇！膠嘢個蟻啊，大隻個人。食完要記得拎返自己啲碗碟去回收站。呢度仲有啲用牛奶或者芝麻整嘅手信可以買。重點嚟啦，係買草。係 Taco 妹妹最期待嘅一刻啊！買草餵羊。Taco 係綿羊，喂，哎呀，真係咬啊！哎呀 ，Taco 啊，草嚟㗎。Taco 果然係隻綿羊。如果觀眾好似我咁，又有小朋友又有毛孩，我非常推薦大家嚟呢度玩，因為呢度唔似動物園要俾入場費，俾5蚊買草，小朋友就可以餵羊，小朋友一定中意呢一個活動。妹妹來來回回咁買咗好多轉草，我諗今日妹妹做咗呢一班羊羊嘅金主。阿媽使唔使餵羊？我有一份，我有份啊！我有份啊！你睇 BB 食唔食先？呢隻 BB 食唔食先？順帶一提，餐廳自己都有停車場㗎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就俾個 like支持我哋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完全唔知咩時候隻蟻走咗我上手度。